会安怎样伫卖？伊瓦萨基克大陆，罗马字发音式台湾语典。会安怎样伫卖？青鱼甲青牛肉会食伫卖？青鱼会食伫，总是青牛肉袂食伫。一味香蕉会食伫卖？也袂够分，袂食伫。青鸭卵会食伫卖？食曲会食伫，总是我毋敢食。迄块椅会坐伫卖？迄块椅歹，袂坐伫。迄个囡仔会找教伫卖？也伤细汉，袂找教伫。你的头路会时伫卖？时曲的时伫，总是着先甲头家讲才会用伫。后尾门会开伫卖？即阵风长底头袂开伫。咖啡茶掺青牛奶会食伫卖？食会食伫，总是真臭现。你迄双皮鞋，我穿会穿伫卖？迄双伤细双，袂穿伫。即支万年笔写幼字，毋知会写伫卖？迄支笔尾歹，敢袂写伫？伊讲的话，毋知会按算伫卖？伊迄个人定定讲白贼，伊的话拢袂按算伫。